读经，9点才开始。各位组长、各位浅显，大家晚安。《论语·礼仁》第4。子曰：“礼仁为美，则不处人，焉得志？”子曰：“不仁者，不可以久处曰，不可以长处乐。仁者安仁，智者利人。”子曰：“为人者，能好人，能恶人。”子曰：“至于仁矣，无恶也。”子曰：“富与贵，是人之所欲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。贫以贱，是人之恶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。君子去仁，呜呼！成名。君子无忠实之间，为人。造次必于世，颠沛必于世。”子曰：“我未见好仁者，恶不仁者。好仁者，无以上之；恶不仁者，其为仁矣。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，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？我未见力不足者，盖有之矣，我未之见也。”子曰：“人之过也，各于其党。观过，失之仁矣。”子曰：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”子曰：“士之于道，而此恶一恶十者，未足与义也。”子曰：“君子之于天下也，无敌也，无莫也，义之于弊。”子曰：“君子怀德，小人怀土；君子怀刑，小人怀惠。”子曰：“访于利而行，多怨。”子曰：“能以礼让为国乎？何有？不能以礼让为国，如礼何？”子曰：“不患无位，患所以立；不患莫己知，求为可知也。”子曰：“深乎！吾道一以贯之。”曾子曰：“为。”子出门，人问曰：“何谓也？”曾子曰：“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”子曰：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”子曰：“见贤思齐焉，见不贤而内自省也。”子曰：“是父母积谏，见志不从，又敬不违，劳而不怨。”子曰：“父母在，不远游，游必有方。”子曰：“3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”子曰：“父母之廉，不可不知也。一则以喜，一则以惧。”子曰：“古者言之不出，此攻之不殆也。”子曰：“以约失之者，鲜矣。”子曰：“君子欲讷于言，而敏于心。”子曰：“德不孤，必有邻。”子游曰：“事君硕，斯如矣；朋友硕，斯疏矣。”前面那个是入。《论语·礼仁》第4第2辩。子曰：“礼仁为美，则不处人，焉得志？”子曰：“不仁者，不可以久处曰，不可以长处乐。仁者安仁，智者利人。”子曰：“为人者，能好人，能恶人。”子曰：“苟至于仁矣，无恶也。”子曰：
富与贵，是人之所欲也。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出也。贫与贱，是人之物也。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。君子去仁，乎成名。君子无宗室之间为仁，造次必于世，颠沛必于世。子曰：我未见好仁者，恶不仁者。好仁者，无以上之；恶不仁者，其为仁矣。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，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？我未见力不足者，盖有之矣，我谓之见也。子曰：人之过也，各于其党，观过，失之仁矣。子曰：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子曰：士志于道，而此恶一恶十者，未足与义也。子曰：君子之于天下也，无敌也，无莫也，义之于弊。子曰：君子怀德，小人怀土；君子怀行，小人怀惠。子曰：访于利而行，多怨。子曰：能以礼让为国乎？何有？不能以礼让为国，如礼何？子曰：不患无位，患所以立；不患莫己知，求为可知也。子曰：深乎！吾道一以贯之。曾子曰：为。子出门人问曰：何谓也？曾子曰：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子曰：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子曰：见贤思齐焉，见不贤而内自省也。子曰：事父母积谏，谏之不从，又敬不为，劳而不怨。子曰：父母在，不远游，游必有方。子曰：3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子曰：父母之廉，不可不知也。一则以喜，一则以惧。子曰：古者言之不出，此攻之不殆也。子曰：以约失之者，鲜矣。子曰：君子欲讷于言，而敏于心。子曰：德不孤，必有邻。子曰：事君硕，斯辱矣；朋友硕，斯疏矣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鲁灵三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。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圆挂圣号，等待十字点神兵，云雷震开雾积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就连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所以现源显化在股东，人中序，混元古册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3000对合同，因而要想归家去。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
就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是得西来白杨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至心常慈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练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草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。仅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。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身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。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将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。吾皇敕令记下身，收服南言归正中。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婴儿刹女常慈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慈念一遍神通大，慈念2遍得超生，慈念3遍神鬼怕。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。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10叩，1叩再叩3叩4叩5叩6叩7叩8叩9叩10叩手。爱祥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女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弟姓氏子赵长陈金明，鸾，姓女洪诗婷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公转成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恳叩请辞，恳叩请辞，弥勒祖师，弥勒祖师，南海古佛，南海古佛，南海古佛，济公活佛，济公活佛，月会菩萨，月会菩萨，慈悲做主，慈悲做主，祈求战争止息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，世界和平，祈求风调雨顺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国泰民安，世所至导，世所至导，圣慈昭阁采纳，圣慈昭阁采纳，南无
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南无南无当当来来下下生生弥弥勒勒尊尊佛。佛。南南无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南无南无当当来来下下生生弥勒弥勒尊尊佛。佛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南南无无当当来来下下生生弥弥勒勒尊尊佛。佛。好，我们晚上导读就到这边。感谢各位点传师、各位连任、各位坛主、各位前贤。感谢思婷，谢谢你，各位前贤晚安。大家晚安。感谢金銮前贤导读，也谢谢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前贤大德们一起诵经回向。晚安，晚安。谢谢思婷，晚安。好，大家晚安，再见。晚安，晚安哦，经理在，晚安哦，组长晚安，感恩，再见了。感恩护天人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，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护领任、各位组长、各位坛主、各位讲师、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晚安。周前贤晚安，杨前贤晚安。